善學今日都幾潮濕啊，感覺咧比較翳焗喎。係啊，海欣，咁大家記得要做好防潮措施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介乎19.7至到21.4度。至於最高氣温就介乎21.9至到24.4度。轉睇衛星雲圖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緊各區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微雨，最高氣温大約23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聽日大致多雲，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。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，日頭相當温暖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落雨，珠海多雲，中山江門多雲，肇慶多雲，佛山落雨，廣州、東莞多雲，惠州、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